欢迎收看客家去强20年。台北歌手讲的是台湾非常重要的音乐家、作家、医生吕赫若形成的故事。今年呢，他得到的金钟奖的创新奖、编剧奖，还有女主角奖。今日同欢喜请到导演、演员姜夏来讲一下出去。大学的时候，其实那时候就看了那个吕赫若的书，然后就对他有兴趣。当然也是陆库事件嘛，对，就有某种革命情怀，对。然后那时候，因为我就觉得吕赫若一直是我心里面觉得很特别的一个人物。一开始就有说哦，我们就用剧场的方式来交错，就是他在小说的世界和现实的世界。之後教我創業咧，因為你轉到家鄉，讀到跳擺教過佢嘅身上。其实那个过程，现在回想是觉得应该是很好玩的一件事情，就是对我来说，创作就是要好玩嘛。就是如果说有一些新的尝试，然后觉得自己可以做一点点别人好像没做过的事情，好像也蛮有意思的。坐啊！另外啊，做乜嘅？哦，我係花土嘅，花牙啊，真嘅冇？皆様にご会を招く声をして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。就是这样回想起来，好像台北歌手也真的是自己从影以来最复杂，或者说挑战最大的一个演出啊。因为我本身不会弹钢琴，然后所以等于是那个时候，花了很长的时间硬背很多，因为戏里面。光是要拍弹奏的乐曲，好像就7、8首，8首，对啊，所以就等于我是硬背，然后常常就是会有感觉，就是因为我就在家里一个人，然后黑黑的这样自己练，然后就会感觉我旁边坐一个人，对，然后就是我那时候就是冥冥之中就有那个感觉，就觉得吕赫若他就坐在我旁边，他挑战真的很大，等于我们都是艺人要分饰至少3到4个角色嘛，然后而且那些角色又是不是在我们生活的这个时代，是另外一个时代的故事，那变成你必须要去理解那个时代的背景，然后你要去理解那些人物他们的故事情感，挑战很大，可是。对于演员来讲，应该是会非常的期待跟兴奋，就觉得哇，好像可以来干一件大事。唔該，講嘢，你講，係記得冇？
痛嘅安部，你讲咩暗台暗演，怎么？我知道啊，呀，去会天公爱老人讲嘛嘅啊。所以我觉得，在他的身体能量上，可以感觉得出来，他在表演的时候的爆发力，然后甚至精准的控制力，然后这点是让我非常佩服的。因为就像在牛车跟暴风雨里面，他演的那个角色，其实是非常难诠释的。我说，南面人迄面皮，较有紧张嘛。南面人哦，就一直用的。哎呀，就像一块蓝布的，无价值的，跳到如虹哦，要无人学的，唔免安尼想的哦。恭喜黄佩嘉，客家剧场台北歌手。演员不但熟读剧本，也深刻进入。我觉得真的是意义蛮重大的，因为其实前面也入围了2次，然后金马也入围过，但是一直都没有真正站到那个舞台上去。那这一次就觉得，啊，真的是有一种苦尽甘来的感觉，就觉得更加笃定自己，要继续走这一条路。相对于其他电视台，真的就是客台对于题材会比较不受限，然后比较开放，对，那个是好的地方。